将军劳苦功高，真了不起啊！敌人10万兵马，就这一下子全给将军打跑了。将军啊，您看敌人还敢不敢再来呀？哼！你们看，鼎有多重？我看呐，少说也有4、5、6、7、800斤吧。凭将军这手武艺，敌人还敢来送死吗？真是！拿我的弓箭来，看！好，妙，太妙了！真是神箭手啊！小人敬酒3杯。为天下太平干杯！好一个天下太平！你说天下英雄数谁第一？天下英雄嘛，啊，当然是将军您喽！为将军威武的胡子干杯！
胜利了，还练什么兵？
你会玩吗？回禀将军，这个可玩不了。这个你当然玩不了，嘿嘿，除了将军，谁还能玩得了这个？多重？200来斤呢。 200来斤。好，好。可风雅得很呐！哟，原来是天上掉下来一只野鸭子。你射下来的吗？是啊。你的剑法倒还可以。什么还可以？谁不知道他是我们这儿的神箭手啊？啊？神箭手啊？神箭手在这儿呢。拿你的弓箭来！哎，打个张口宴给你们瞧瞧。什么张口宴？哼！
下第一英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给我高高的挂起来！报！启禀将军，大事不好，发现敌人！哈，敌人！啊，敌人！敌人！胡说！再去打探！敌人，他却没这个胆量啊！烽烟四起，敌人离城15里。